弟兄姊妹平安。咱来传修圣诗，基督做咱坚固地基，基督做咱坚固地基来变来，基督做咱坚固地基，天中出高就是圣主所选实在宝贵，年年年会归地，永远更新像对永无回去，天心真可别了你。我无啥听到声，这条应该是旧的圣诗吧？好。刚刚 PPT 还没出来。哦，还没有出来，拍手。啊，揪啦。好，254首，254首，254首，基督做咱坚固地基。好来，咱来，基督做咱坚固地基，天当初到就是圣主所选实在宝贵，人家先回归地，天更先下拢无回去，天心先可变要义，变要义不是变要义，是变要义。好，第二再变来。我们今日先变基督，求你感恩愿何路，求主是去听人问候，欢喜愿愿求徒，耶稣好充满在座，受你保守年无错。真欢喜，咱今日是说教的主日，欢喜主会保守，请咱三角安静心来准备敬拜。大家平安。主日要开始，请有揸手机的请关机，安静咱的心。
全地就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这是咱来吟圣诗254首，记录做咱坚固的地基。请咱起立，咱来吟全首。请坐。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在南洋教会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
我们向你献上赞美。南洋教会的建立是一段感人且丰富的信仰历史。当年王焕章长老为主献上这片土地，象征着他对神与未来的坚定信心。他和众多信仰前辈的努力，使这里成为灵性的家园。每一个角落都浸透着他们的爱与奉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片土地见证了数不清的信徒成长，聚集了许多美好的见证和赞美。如今，我们处的教会不再仅仅是建筑，它已成为我们生命的港湾，支援着我们的灵性和生活。回想当南洋教会设教15周年时，以信心与爱心建立了信爱幼稚园，让我们在你的引导下不断成长，彼此扶持。在设教20年时，教会的目标是建造现在的教育大楼。许志山牧师在南洋教会提醒大家，无论事工的大小，教会建堂及服事都是重要的。许多人在教会中常常会问：我一个人能够做什么？会差我一个人吗？我们祈求你随着提醒我们，善尽我们拥有的恩赐，推展教会的各项事工，因为如此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爱主的教会。到了教会设教30周年，事工不断的扩展，我们开始有了宜兰的监狱的探访与文化中心彩虹营的儿童福音工作，见证彼此的爱如何化为行动，走出影响更多的生命。在此之后，我们也经历了有妈妈原谅受刑人的感动与温馨的信仰见证。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无论在教会还是在社会当中，都能持守这份爱，让更多的基督徒能体验到你的慈爱与恩典。当教会设教40周年，我们由20世纪迈向21世纪，持续见证基督的信仰。每位信徒都是上帝计划中的重要一环，无论身在何处，我们的存在都无法被忽略。当设教50周年时，推动得胜者事工，勇敢进入校园教导，并在教会及家庭中批改作业，让新一代的青少年勇敢面对生命的挑战，紧紧依靠主，为教会的事工奉献更多的爱与力量。让我们在教会中不仅活出信仰，能在社会中留下美好的见证，向世人显明主的爱。如今，南洋教会已经走过64年，这段岁月中，我们深刻感受到你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珍惜这份信仰的传承。求主呼唤我们的灵魂，让我们不再沉睡，而是勇敢走出舒适区，面对生命中的每一个挑战。愿我们共同努力，让神的爱在这片土地世代相传，结出更丰硕的果实。现在，我们也为我们国家与国际的关系来祷告，祈求上主保守台湾，阻挡仇敌与冲突的势力。我们也为我们的国家治理与领袖来祷告，求主上帝垂听台湾，兴起合一的心，赐下台湾平安，花莲平安，并将属天的智慧赐给执政者、掌权者，能在政策决定带来长远的平安与繁荣。我们也为社会的合一与和解来祷告，祈求上帝兴起合一的心，化解社会上歧视与对立，促进不同党派和宗派之间的连结，展现民主珍贵的价值。我们也为教会远在美国的张步珍弟兄不适的身体，求主来怜悯医治，也为黄世芳弟兄的身体来求主来怜悯医治，也为李三妙姐妹求主带领鹤林前面的道路，也为李祥、玉君夫妇赐下够用的恩典来服侍主。
我们也为林兆子姐妹身体的健康和出入的平安来祷告。我们也为张永虎弟兄因病需要懂得节制的饮食来祷告。此外，主啊，我们特别为我们的教会建堂及各项的事工来祷告，求你赐予我们智慧、启示和合一的心，让我们充分利用所有的资源来建造一个荣耀你的殿宇。愿这个新的殿宇成为信徒聚聚的敬拜、学习真道、彼此扶持的地方，使我们的信仰生活在其中更加扎根。求你让我们的事工能够不断的繁荣发展，使智慧给我们的牧长与服事的同工，使我们能在社区中传扬福音，吸引更多的人因你的爱而得到改变与更新。谢谢天父，这时咱要用主教示咱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一成伫天，亲像伫天。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我哋互阮离弃，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诗篇118，我来起，大家来用。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主啊，煞到永远。愿以色列讲。伊的主啊，煞到永远。愿阿伦祭司的家讲。伊的主啊，煞到永远。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伊的主啊，煞到永远。伫危急的时，我求救上主。上主就应答我，解救我。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人会当互我安全。甲我开公义的门。互我通入去感谢上主。这个门是上主的门。只有正直的人会当入去。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因为你互我得到解救。起厝的师傅，去塞的招。已经成做上重要的祈祷。这是上主的作为。咱看起来感觉真奇妙。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咱就欢喜，就庆祝。上主啊，愿求你解救阮。上主啊，求你互阮平安。奉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祝福。上主是上帝，伊互咱光明。着举手机参加庆典。游行来到祭坛的四角头遐。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宣扬你的伟大。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煞到永远。这时，咱要来恭敬上帝的话，记载着圣经约翰福音第2章第1甲11节。我用现代台语和日本来念。2日后，伫加利利的迦纳有婚礼，耶稣的老母有伫遐，耶稣甲伊的门徒嘛受邀请去参加。酒用了的时，耶稣的老母对伊讲。因已经无酒啦。耶稣讲：“阿母，这甲你甲我有啥物关系？我的时还未到。”伊的老母吩咐找用伊的人讲：“伊因
伊家己讲啥物，照咱来去做。照犹太人献祭的规例，恁遐有6个石碗，逐个拢当对差不多100公升。耶稣甲遐采用的讲，加迄个水甕，水拢倒互因甜，因就将水倒入去水甕，倒甲满，然后用耶稣甲因讲，当恁甲水舀出来，摕互办道的总管，因就捧去互因。办道的总管一个探已经变做酒甲水的水，毋知这个酒对倒位来。毋过舀水的找用知，总管就叫新郎来，对伊讲：人拢先出好酒，等人客啉甲水，才会出较歹的酒。你颠倒将好酒留甲伫遮。耶稣伫加利利的迦纳行这个第一个新约，伫遐显出伊的荣光，伊的门徒拢信伊。我现在用和合本来念一次。第3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一个婚宴，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宴。酒用完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何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用6口口缸，他母亲用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吧。”照犹太人洁净礼的规矩，有6口缸，又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3桶水。耶稣对用人说：“把缸倒满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舀出来，送给宴会总管。”他们就送了去。宴会总管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于是宴会总管叫新郎来，对他说：“人家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人喝够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现在。”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了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这时，咱来请教会诗班来学录，要学录的诗歌是《靠基督我将 A》。
感谢诗班真好的歌声来学罗上帝。这时咱要请本堂的林耀新牧师来讲道，伊要讲道的题目是伊讲什么，你就照做。来，下这平安。感谢诗班伫头带领咱透过一条诗歌靠基督，我逐项话来，搁一届来带领咱来献上咱对上帝的敬拜，也要献上咱安尼伫主伊引带咱安尼64周年安尼64周年的即个经过，拢有主伊丰盛恩典的业力来带领咱。当诗班咧唱即条诗歌的时阵，我毋知影咱伫咧迄个歌词内面，咱有看见什么货？靠主开来的基督，我逐项会。伫咱的信仰内面，咱拢真清楚知影，咱对圣经嘛拢有真侪了解。但是真正临到伫咱的时阵，咱真正是毋是真正靠主开来的基督，我逐项会？是咱真正伫咧拄着代志的时阵，咱知咱需要靠基督，但是咱第一个想到的是甚物货？到底是某一个人事物，是咱第一个想到的是赶紧转来到上帝面前。就算讲这件代志对我来讲，伫我的经验的内面，检采
这是对我来讲是轻而易举的代志。但是我是毋是欢喜，搁一摆来到伫上帝面前来找求伊的心意？因为靠主亏来的基督，我逐项会。所以咱需要好好搁一摆来亲像，特别咱今仔日是咱南阳教会设教64周年的日子，咱会通搁一摆来回想伫过去64年久，伫64年前，咱的信仰的前辈因踏出信仰的第一步，因踏出信心的第一步，奉主的名来设立咱南阳教会教单。有侪的新业技术伫咱的中间咧发生，有当时咱感觉咱亲像伫迄中间，咱亲像是咱是哪像较是咧倚靠咱家己，但是若无上帝作为，咱所做的事实上是非常的有限。所以咱是毋是有真确信讲，迄是主的作为，是咱？只有干那伫咱的信仰内面，咱知，但是咱亲像伫咧咱今仔日咧设教64周年的时阵，咱只有干那伫遐缅怀，来纪念咱信仰的先辈因的作为，是咱伫咧中间，咱要搁一摆来亲像上帝伫这64年久，伊对咱做了啥物货？伊带领咱做了啥物货？若毋是主伊家己为伊家己的教会所做，咱啥物事拢毋是。今仔咱要用到安尼同齐来思想，耶稣伊伫咧即个伊公开释放迄个起点所行的第一个生涯，变酒做变酒变水变水变成做酒这个技术是福音四福音书内面唯一有记载这个迦纳的这个婚宴。咱毋知捌去甲想过无？是安怎耶稣伊所行的第一个生涯，竟然是变水做酒，安尼一个生涯。耶稣伊既然伊若要向世间人来显示伊的能力。敢毋是应该行一个惊天动地的代志，来安尼，互人安尼印象搁较深刻。亲像讲互死人过是伊伫迄个痴迷的人，会目睭来看见，是讲亲像用一句话来平定风和海。但是耶稣伊却选择一个伫咧即个安尼讲婚礼的即个场合，将水变做酒，来化解一个社交的一个危机。是安那讲是一个社交的危机。上帝作为往往出乎咱的迄个意料当中，伊所做的代志。毋若是干那只有干那要满足安尼当下的需要，搁较是要带来一个搁较深的迄个启示，甲着迄个属灵的意义。今仔日咱要同齐搁转去到伫即个加利利、即个迦纳的即个婚宴的即个会场的现场，来看见即个生涯是怎样来显明耶稣伊的荣光。若要互咱搁一摆来学习。玛利亚伊所讲的迄句话，伊讲，伊甲恁讲啥物？恁就做。即句话毋是干那对伫当时耶稣对伫迄个仆人所讲的话，伊嘛是对咱今仔日每一个信徒咧对咱讲。咱若搁一摆来看见即个迦纳的即个婚宴的即个背景，圣经甲咱讲，这是一场婚礼的一个宴席。犹太人的即个婚礼通常拢持续一周规礼拜迄是规个迄个社区规个族群一个真欢乐的一个场合的
一种。但是，在咧欢庆的时阵，却发生一件代志，讲啊啦，酒无啊，酒用完啊。咱若是伫咧咱的即马台湾的这个处境，台湾现在的处境，我不知道原住民这个在结婚的时候，现在的婚宴还有连续好几天吗？啊，有的还有吼。我都毋知影，我是安那，咱一寡咱的遮个迄落拢坐伫即边，所以我来看即边。我会记哩啊，真正有伫咱的原住民内面，有诶部落内面，伊若是婚礼吼，安尼可能无到几礼拜，咱上无2、3工有啦。可是你能想想讲，伫咧迄个欢庆的会场内面，酒用完啊，这代志大条诶。检在伫咱的文化内面吼，迄个婚礼吼少了一点点的饮料吼，亲像东山教会郑牧师以前一阵仔咧嫁查某囝，因查某囝嫁互原住民，吼，去到伫当场都特别交代吼，讲吼。啊，咱吼基督徒吼，尤其是牧师，阁是迄个新郎的老爸，阁是牧师吼，所以吼，牧师特别伫咧迄天进前交代，说当天吼没有酒喝。结果伫咧迄天的婚宴吼，下桌仔骹拢总有一堆的酒。哦。迄落主家无准备吼，家己人客家己随人家己炸。这伫咧咱的文化的内面，检采无感觉啥物无方便，就无要紧嘛吼。咱就，但是伫咧犹太的即个因的文化内面，迄个酒象征着迄个喜乐，甲着迄个祝福吼。所以迄个。会通讲酒是迄个婚礼内面一个不可或缺的迄个元素。酒用完啊，代志足大条的。对迄个新婚的即个夫妇，甲着伊的规个家族来讲，哇，这是一个会通讲是一件见笑的代志。伊无准备好势来提供互所有来参加的即个兄弟，互因伫咧中间遐亲友，互因伫遐尽情的欢唱这是会通讲对伫因迄个时阵的社会来讲，是一个讲无法度，互因无法度额头的一个咱讲社会丑闻啊。那伫咧咱即摆来讲吼，即件安尼的代志吼，你著会通伫咧网络面顶吼，安尼甲你讲到迄边去就对。你兄弟，咱伫咱的人生的内面，嘛有亲像安尼即种的即个婚宴。安尼有当时看似安尼喜乐洋洋吼，但是忽然咱酒用完啊，咱的力量突然间感到力量枯竭，是讲咱发现讲，我的资源耗尽了，是讲，我突然我的那种喜乐消失了，咱的人生嘛会去拄着迄个叫做酒用完的时阵。伫咧迄款安尼的时刻，伫咧即款安尼的时刻，毋知影伫咧迄个第一个时间，咱所想着到底是啥物人？伫咱今仔经文内面，咱需要转咱的主耶稣。所以耶稣的老母玛利亚安尼伫咧迄个酒用完的时阵。伫咧，大家人毋知要怎样时阵，尤其是迄个管理迄个宴社迄个总管来转来甲主家报告讲酒用完啊，即声代志大条，毋知要安怎好的时阵，玛利亚即个受邀请的人客，可能应该甲即个主家有亲情关系。伊来到耶稣的面前，只有敢若讲一句话，伊讲因无酒啊。主耶稣无玛利亚无加讲啥物话，伊敢若讲他们没有酒了。伊无指挥耶稣应该怎样做，
只是敢真单纯来将迄个需要来带到耶稣面前。真侪时阵，咱检测咱敢若伫咱家己个人的祈祷内面，咱真正咱拄着困境的时阵，咱检测咱伫咱家己的祈祷的过程内面，咱主祈祷讲主啊，求你安怎，后壁会有咱家己的下指导期，讲主啊，你上好会通安怎做？你上好会通安怎做？玛利亚无，玛利亚只有将迄个需要带到耶稣面前，讲他们没有酒了。但是耶稣伊的回应嘛真干脆，伊讲啦，华语讲我与你何干呐？好，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台语翻了搁较好势，伊讲啊呐，讲这甲你我有啥物关系啦？就讲这件代志，咱是受邀请的，咱主家伊无酒啊，甲你甲我有啥物关系？因为咱有当时咱的越界，去处理，毋是咱应该处理的代志。但是耶稣伫这个所在，嘛是伫遐咧考验人。伊讲我甲你我与你何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毋是一个冷漠的拒绝，乃是要提醒伊的老母，伊的使命，主耶稣伊的使命，甲着伊的时间，是掌握伫咧天父手里。耶稣伊所做一切，伊无受到人的迄个操控，乃是要伫遐来遵行天父的旨意。但是玛利亚，伊的老母玛利亚嘛无有做任何争辩，讲哎哟，你即个无不好的囝，我甲你讲了，你也无照我做。伊无，伊只有敢若当心迄个即个咧服侍的仆人讲啦，伊讲。伊甲恁讲啥物话，恁就做。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耶稣伊第一个生涯呢，玛利亚伫咧迄个第一个生涯进前，捌看过因囝做啥物话无？但是真清会通真对这个中间真清楚，玛利亚伊对因的囝有非常大的信心，伊知影伊的囝会通做啥物话。伊伫迄中间只有甲人交代迄个采用，讲伊甲恁讲啥物，照安尼去做。玛利亚敢有甲伊讲你着将水放咧倒位，啥物货？无，因为玛利亚嘛毋知要安怎，伊毋知影耶稣要会安怎做，伊只有甲伫迄中间完全，伊真清楚也真安尼完全信靠耶稣，伊会通解决。即个因所面临的代志，即句话正做规个迄个生涯的迄个成就的一个关键，因为后来即个仆人的即个顺服水变成做酒的即个生涯，才有法度完全来实现。你晓想看觅啊？耶稣玛利亚对即个仆人讲伊甲恁讲啥物，照安尼去做。那仆人无要照安尼去做，去将水倒入去即个水甕内面，安尼即个生涯会发生无？伫迄中间，咱会通看见，即个今仔日咱上帝爱咱，迄落嘛是共款伫遐来对咱来讲话，讲。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吧。现在咱嘛同款，咱需要的是迄个用到一个顺服的心，将天父放伫咱的心中的遐每一项代志，咱伫迄中间，咱是毋是欢喜来去顺服，来去照常，真正照主伊对咱所讲的去安尼落去做。我相信伫咧迄天，迄个仆人。伫遐，伊伫咧迄个所在，伊心内可能嘛会有应该有真侪犹豫。我今仔日是无酒呢，你是安怎叫我倒水，搁倒伫咧倒位？水甕，迄个水甕是咧创啥的？是咧要做洁净用的，是要互洗骹的。我欠水欠酒是安怎？哪会去
将水去倒伫咧甕仔内底。我可能这罗卜伊会有真济伊的一寡疑问伫迄中间，但是这个仆人因有做即件代志无？无，因就真正就照安尼去将水倒伫咧水甕仔底。今仔日因为咱过头聪明，咱过头有真济咱的想法。所以有真侪时阵超过咱的想象的时阵，上帝放伫咱的心内，迄个超过咱的想象的时阵，咱心内有一堆的疑疑，咱有足侪的疑问，咱有足侪的为什么？但是咱就是无愿意伫迄中间讲主啊，我愿意来顺谈。我伫迄中间我就伫迄中间，上帝放伫咱心意的即件代志，咱就伫遐来欢喜顺谈，来去遐来做。耶稣吩咐这仆人将这6个石缸安尼迄个滴满水。这6个石缸原底是用伫咧这个犹太人因的迄个洁净的礼仪。伊讲迄个水红容量会用真做差不多伫咧差不多约啦吼，差不多20到30加仑安尼迄种的容量。所以总共若6个就会用达到120或是180加仑，安尼遐尔啊侪量。你讲想象一礼拜吼，呾只有已经啉到迄个程度啊！呾即个时阵，耶稣传，你讲想象哦，这个是天上的美酒呢，100唔免100倍，120加仑，这是一个什么款的概念？这仆人检菜会感觉奇怪，酒用完哪会咧打水？但是伊无质问，只是干那顺服。当因将即个水甲伊舀出来，摕去即个宴会即个总管的时，即个时阵水变成做酒。搁安那？搁即个酒搁是上好的酒，是世间毋捌啉过。迄总管目睭突然间金起来，伊像伫迄个中间对迄个新郎伫遐讲安那，讲人拢是先摆安尼出好酒，等甲啉到醉，啉到谁啦？啉到醉，搁后壁啉啥物诶？不管个，欢喜就好啊。但是咧，讲已经啉到即个程度啊，恁才甲我摆出即个好酒出来啊，所以。迄落颠倒将即个好酒留到即个时阵，耶稣伫即个所在，伊所展现的是一个质跟量的一个心意。伊毋若供应，佮迄个供应迄个上好的，是迄个属天的迄个咱讲纯酒。伊的作为超过人的期待。耶稣的老母玛利亚只不过是甲伊讲，因无酒啊。耶稣到，迄个玛利亚到甲因讲，你若要传吼，爱传较好诶，毋好传迄落安尼阿萨布鲁诶。无，耶稣伊伫迄中间，伊伫遐甚至讲主啊，我迄落老母啊，这个你我有啥物地带嘛？伫即个生涯内面，毋是干那伫遐咧真单纯去解决一个婚宴诶迄个尴尬。伊伫迄中间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迄个石缸原底本底是用伫咧迄个咱讲伫咧外在，咱的迄个洁净的礼仪，咱伫咱的迄落新教的礼拜堂，较少有即种的迄落吼。伫咧天主教的即个礼拜堂的外口，时常拢伫咧礼拜堂的外口有一个水盆吼，迄是要互你。遐也会通伫遐洗礼，嘛会使摕会伫遐做洁净礼。耶稣伊将水变做酒，伊伫遐有标安尼，迄个原底本底迄个外在的迄个洁净的礼仪，呾即个时阵伊要来有标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伫咧伫咧旧约的时阵，迄个水原本是迄个代表着迄个外在的迄个洁净。当伫咧即个时阵，新约的时代，酒代表的是耶稣伊的保护，要带来是迄咱的心灵甲咱的性命迄个内在的洁净。就是耶稣伊第一次
第一段的即个生涯，伊要暗示伊迄个上老尾伊的使命，伊要为着世间人来流出伊的宝血，来成就迄个救赎的即个新约。摩西伫咧埃及将水变做血，是迄个审判的记号，伊伫遐要实行上帝的审判，来审判埃及即个地。因伫迄个中间无将人的性命看做要紧，但是耶稣伊伫咧迦南，伊将水变做酒，是迄个祝福的迄个记号，是迄个旧的律法的即个体系伫咧即个时阵要进入一个新的稳定的时代。伫咧即个所在，值得咱来去注意的是，耶稣伊并无并毋是讲伫咧即个酒安尼得要用完进前，伊就来行即个生涯。伊伫迄个中间，伊是伫遐听候迄个等人完全拢已经无有酒酒拢用完的时阵，人已经咱讲无计可施伊才介入。这嘛要伫遐来提醒咱。上帝时机甲咱的时阵是无共的，伊时常伫遐等咱安尼，咱讲咱的办法拢用尽了，才咱的上帝伊才要来行动，因为伊爱咱学习迄个完全的倚靠。伯拉罕伊听候安尼几十年，上帝安尼甲伊应允，伊伫咧80几岁时阵，上帝甲伊应允讲，你要有一个囝，佮即个囝是要对你的某撒拉所出的。伊等到100岁，才得到即个囝。约瑟安尼受伊的兄弟出卖，安尼去到伫埃及，伊伫咧监狱等待几啊年的时间了了，伊才成做宰相。拿撒罗伫咧死后4天了了，耶稣才去互伊来过拢是共款。即个马大、玛利亚伊的兄弟拿撒罗破病的时阵，因期待耶稣会通赶紧来到伫因的中间来医治伊的兄弟。无等伊的兄弟会死，耶稣伫迄中间伫遐讲，对伊的门徒讲啥？即个病未治到死有无？但是事实上就死去啊。所以伫咧拿撒罗当伊死亡4天了了，耶稣才去到现场。马大佫讲：主当已经臭但是耶稣伫遐讲，将即个墓门割开，拿撒罗出来。耶稣伫迄中间，伊照着上帝的时间，上帝虽然伊的时间，伫咱来看，检采是有延迟，但是伊从来不误时。上帝的时候虽然延迟，但是从来不误时。伊的计划永远拢是上好的，所以耶稣伊所做，伊毋那是干那解决迄个即个婚宴所拄着的问题，伊是要带来一个更较大、更较好的祝福，就是迄个将迄个上好的留到现在，也就是讲，今仔日伫咧耶稣的内面，迄个上好的，永远拢伫咧后边，在耶稣的里面，那个最好的永远在后面。甲你边的人讲，好事还在后头。伫咱军队驻的这个过程里面，经常是叫做好事还在后头。问题是，咱有欢喜来军队也无？上帝将伊的心意放伫咱的心内时阵，咱有欢喜来顺谈啊无？当咱欢喜顺谈的时阵，好事在后头。
因为咱会去谈到迄个上好的、迄个天上人间的那一种那个美酒，是这个世间无法度啉到的。所以伫咧这个经文的最后，伫遐讲起着安怎？伫遐讲起讲，这是耶稣所行讲耶稣伫加利利的迦纳行这个第一个神业，伫遐显示伊的阳光，伊的门徒拢信伊。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了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伫这个所在。的这个关键在伫咧，唔是所有的人拢知影神业发生。你用想象，今仔日伫咧头拄伫咧迄个婚宴的迄个会场，酒啉完会代表啥物诶？其实大家人拢已经啉甲茫啊。所以真侪人根本就唔知影发生这件代志。今仔日伫咧咱的性命内面，有真侪时阵，咱嘛已经拢忘去啊。咱领受足侪恩典，咱拢唔知影。上帝伫咧咱的内面，伫遐行神业，伊要搁行一个搁较新的神业时阵，咱无参与伫咧中间。事实上，咱有一时间咱是经历，但是咱唔知影讲迄是上帝的作为。伫咧中间，这个宾客伊敢若知影讲这酒真好啉，但是伊唔知影讲迄是耶稣所做的。酒敢若迄个奴仆甲着迄个门徒。看见着这个神业，今仔日嘛是共款，侪人享受着上帝祝福，但是却无认捌咱的主。咱伫遐享受上帝天上的资源，但是咱却伫咧中间，咱无真正认捌咱的主，因为咱嘛无行伫主的话语的中间。甚至咱唔知影这是主所做，只有敢若遐个愿意顺服来迄个听叹上帝话的人，伊才会真正看见上帝阳光的兑现。所以，迄个玛利亚伊所讲的迄句话，真做咱一个真要紧的提醒。伊伫遐讲啥啦？伊讲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吧。玛利亚并无伫迄中间来下指导棋，伊只有伫遐来吩咐。主耶稣甲恁讲啥物诶，恁就做。弟兄兄弟，信心毋是迄个等待看见才来相信，乃是还未看见之前，咱就选择来顺服。问题就盖在伫咱大多数诶人，咱拢想要先看见。然后才来相信，所以咱伫咱的生命内面，咱时常咱的恩主祈祷是安尼祈祷。咱伫遐讲上帝啊，如果你予我一个生业，我就会相信你，敢毋是？主啊，你若应允我的这个祈祷，我就要来跟对你。上帝啊，请你来解决这个困境，我就要来信靠你，敢毋是？咱对咱的主。祈祷时常是有对价关系的，但是今仔日咱的主，伊爱咱做一个选择，咱是毋是欢喜来伫遐来顺服？因为伊当初时，伊嘛对多马安尼讲，伊讲安那，伊讲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却信的有福了。等一下这。当咱的这个酒用尽的时候，咱是不是愿意来转向咱的主？咱伫咧咱生命当中，咱有许多的时候，有我们的生命当中的那个酒用尽的时候，咱第一个咱转向的是咱的主，是咱转向的是某一个人事物。咱的人生总会遇到困境，会遇到失落。会遇到咱有枯竭的时候，伫咧个时阵，咱是换靠咱家己咧，是咱选择拢交互耶稣。就较亲像芬兰姐的妈妈对芬兰姐讲的话，拢交互耶稣。伫你的生命
拄着困境的时阵，伫咧不管伫咧顺境，伫咧逆境，咱是毋是选择第一个拢交予耶稣？第二，咱是毋是愿意亲像玛利亚共款，用到迄个真单纯的信靠？玛利亚无要求迄个细节，真侪时阵我们会要求细节。为什么要求细节？因为我们习惯掌控，习惯那个能够掌握一切。真侪时阵，咱伫咱的生命内面，咱感觉讲，咱若无抓住什么，我们会有不安。但是玛利亚伊互咱一个真好的迄款的榜样，伊只有信靠。信心不是在于掌握答案，而是信任掌权的那一位。咱的信心到底咱是建立伫咧什么款？是伫咧咱咱会通掌握的，还是咱的信心是咱掌握伫咧？因为咱倚靠即个咱所倚靠、所信靠的这位，因为咱真清楚知影，伊会通来带领咱去跨越咱生命当中的这个困境。过来，咱是毋是咱有欢喜伫迄中间，亲像这仆人同款，用到一个顺服的心来顺服，伫咱来看做迄个叫做不可能的事情。真侪时阵，咱拄着咱超过咱的想象的时阵，咱第一件代志就是叫做啥？无可能，不可能啊！这个不可能。上帝专门在做的就是不可能啊！如果今天我们的神都做的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这样的神也不怎么神，不是吗？我们的神他就是专门做我们人所不可能，我们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他就专门做这些事情。所以牧师一直不断的讲，我们做简单的，让上帝去做困难的。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让上帝做困难的，我们也需要有一颗顺服的心，不是吗？那我们是不是愿意相信，在上帝的那里，仍然有好久在等待着我们？过去是咱有一寡的这个失败，也是欠过的迄个安尼迄个。过去的迄款经历，但是伫咧耶稣的内面，迄个未来拢总是迄个比过去更较好。过去或许或许会有失败，会有缺乏，但是在耶稣的基督的里面，未来总比过去更好。伊会为咱备办的是超过咱的想象的，甚至是丰盛的。问题是，迄个丰盛是藏喺后壁，是咱无法度，咱毋捌去经历到的。但是咱有欢喜要来去领受无？所以弟兄兄弟，耶稣的这个第一个新约，不只是干那将水变成做酒，伊更加是要显明，伊是迄个生命的主。是迄位会通将咱迄个欠缺变做丰富，将咱迄个咱的生命内面的迄个咱讲见效变成做迄个喜乐，将咱的迄个欠缺枯竭变成做丰盛满意的这个主。所以今仔日咱的主伊有缘要搁一届来对咱来讲起。特别是咱今仔日咱领受，咱今仔日伫咧释教64周年，佮咱对主领受即个见证安尼以上的时阵，伊要搁一届来对咱来讲起。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吧。咱需要的是爱亲像即个仆人迄款安尼顺服的信心的迄个，爱有迄款的信心的行动，互咱会通来去。经历到迄个
迄种伫耶稣的内面，迄个最好的总是在后头，迄款安尼迄个真理。咱会通搁一摆好来回想，头拄牧师所分享到的，但伫咱的生命内面，现在是毋是抑搁有迄种咱有迄种久用尽的迄款的光景？安尼，咱是毋是愿意将即个安尼的需要带到耶稣的面前？是咱拢只有干那藏伫咱的心内，是将咱的欠缺来人，是来安尼挖靠某一个人事物？是咱愿意来将咱的欠缺带到耶稣的面前。玛利亚的信心提醒咱，伫信仰的即个生活中间，咱是毋是愿意单纯来信靠咱的主？毋是先求伊，互你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乃是咱欢喜来跟对。这才是咱的做一个主的门徒，应该有活出来迄款安尼的迄个生命。第二，互人的顺服是生业安尼会通显现的一个真要紧的关键。安尼伫咱的目前的咱的处境内面，上帝是毋是伫咧呼召咱去做一个信心的行动？你有欢喜参与伫迄中间无？你是毋是相信伫耶稣的内面，迄个上好的，总是伫咧后壁？即句话对咱未来的信心甲生活有啥款的鼓励？求主帮助咱，会通互咱会通透过着今仔日咱所领受着，咱搁一摆好好来去亲像，也会通帮助咱伫过来的日子，咱会通对主有搁较坚定的信靠。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透过今仔日的助你的话语，搁一摆来提醒阮，助你的心意远过阮的意念，你的道路超过阮的道路。当阮无明白时阵，恳求主圣神帮助阮，会通树落一个单纯的信靠的心，互阮。当阮伫咧软弱丢除的时阵，求你坚固阮的心智，会通踏出迄款顺服的脚步。主啊，阮相信你伫阮的生命中所做成的、所成就的，的确是迄个上美好的代志。就较亲像即个迦纳婚宴的酒，还未上道进前，你已经为你的百姓备办迄个搁较好的。阮深知，你也咧为阮的生命，为着阮的家庭，为着你的教会，甲着未来，祝你为着你的百姓安排迄个搁较好的稳定，伫咧后壁咧等待。求你帮助阮，无互阮眼前的困境甲欠缺来颠簸，乃是互阮会通搁较厚注目仰望主你，相信你的时阵，的确是迄个上好的时阵；你的作为也的确是迄个上美好、上奇妙的作为。主啊，求你带领阮会通踏出迄个信心的脚步，活出一个信靠加着顺服的款安尼的见证，互更较侪人因为阮来看见主你的荣耀，毋是阮伫遐来等待要看见迄个荣耀，乃是互人看见阮来看见主你的荣耀。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通过主耶稣基督宝贵的性命来祈祷，阿们。这时咱要来领受圣餐。请咱来吟圣诗364首，来同齐来守主的道。请咱来吟圣诗364首。
头。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见那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见那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我就是活命的饼，求困我的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求困我的人我决断袂弃使伊。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恁三个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擘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是新约。设伫我的血设立的，见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感谢。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愿谦卑求你找圣神来赦免阮，也圣别这个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诚做阮属灵的朋友。也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免。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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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小员来服侍。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若伫北教派共款有领洗礼的兄弟，咱嘛欢迎因甲咱同齐道，同齐领受主的圣餐。如果恁若还袂洗礼，请你毋好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
这个是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今日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食了后，然咧旁杯主耶稣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纪念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请服侍的时长了。主耶稣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纪念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纪念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会设立的，纪念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的平安，甲恁三个伫地。请咱三个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主
做培养阮灵魂进化的食物，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善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会通荣光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免。即时咱要来收杯，请咱也咧收杯的过程来吟圣诗364首。先收杯。即时，咱来读使徒圣经，请起立。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路玛利亚出世，伫本州避讨人来受苦。应是第死埋葬灵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加十个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压，永远的活命。阿免。咱议员徛着来感恩奉献。咱请曾志祥甲陈文兰执事，请坐。
吉日来吟奉的诗歌。接下来我们要颁发信德奖学金，我们请曾碧宽长老。各位兄弟平安。咱即摆来颁发这个信德奖学金啦吼，这就是大家迄个方言内面，咱来拨一部分出来，来鼓励咱的细囝吼。因伫学业顶悬，要鼓励因咧拍拼读册啦吼，这读册真重要吼，所以这特别来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咱一年有2摆啦吼，就是2个学期，第一摆就是伫咱的过下节的时阵，第2摆就是伫咱的设教纪念主日的时阵吼来颁发吼。咱先来颁发这个国小组的部分吼，奖学金的这个金额吼，国小是一个人1000块啦吼，高中一个人2000啦吼，高中3000块，咱这算不小的鼓励啦吼，所以咱有细囝来跟伊讲好好读书吼，下学期领奖学金吼。我来这个读到的小朋友吼，请你来头前吼，咱这边来颁奖哦。国小组有8名吼，李宣慈，李宣慈有了李宣慈哈。这个恩心因查某囝啦吼，最小的吼，嘛是李丢肉因孙啦吼。过来是曾宇良吼，这就是建明甲亲亲的老二吼。过来黄允丽，这是恩仪的老三吼，嘛是李丢肉因孙啦吼。过来郑俊杰，俊杰吼。过来是曾雨爱。雨爱嘛是建明甲亲亲因大女儿吼，过来是信谦，信谦是恩亲的老三吼，过来是信慈，信慈是恩心的老大。我看吴老师讲话念唔对去吼，袂啦，哎呀，过来是钟美如吼。真美来，好 ，OK， 安尼吼，6位的小朋友，这里吼，咱请李长老吼来帮我们颁奖。一起合影啊！也请牧师跟他们一起合影好吗？哈，来，宣慈，来，站过来一点，站过来一点。好，恭喜！好，过来是咱的国中组哈，有3位哈。第一位是庄宗仪。钟仪是那个盛伟跟佳慧的老二，也是洪顺弟兄跟毕业老师的孙子哈。过来是林以谦，以谦是那个恩亲的老二了哈。恩亲跟婆祖的哈。那过来是郑彩缇，因为表演，好。
好，啊，这个咱请郑美珍长老来帮咱颁奖，好吗？好，我们一起合影，也请牧师哈。这人形立牌，哎，不像吗？看一下。哦，拿到彩旗的。好。好，恭喜哈！啊，过来是高中组有3位哈。第一位是黄瑜珍。黄瑜珍哈，啊，瑜珍是那个恩仪的老二哈，好，恩仪跟那个艺敏的哈，啊，过来是乔恩，啊，乔恩就是刚刚钟仪的姐姐，啊，就是盛伟跟佳慧的老大啊，啊，也是庄弟兄的孙子啊，啊，过来是庄涵，啊，庄涵是盛勋跟徐伟的老二。也是黄顺弟兄跟毕业老师的孙子啊。啊，这个咱慧丽长老来。好，来。好，请牧师啊。来，站过来一点，来，站过来一点，哎，好。好，恭喜！好，大专组有2位了哈。第一位是黄瑜杰，啊，2个都没来吗？景文也没有回来吗？哦，也没有回来。好，啊，是不是代理？那个这样好不好？那个瑜杰的妈妈。哦，恩仪流感哦，所以通通啊，安尼无了，阿嬷好啦。哎，阿嬷来代理，阿这个总是要发出去，不然就变我的啦。收的是不是你的没关系，回去处理。好，啊，过来，景文是不是爸爸有来吗？盛勋。哦，来，好来，好，啊，这里咱请冯长老来。好，请牧师来，我们靠中间一点，恭喜啊！恭喜！好，歹势，他拄仔无读到本周的金句哈，咱来看今仔来金句哈，咱做伙来念2遍。约翰福音第2章有美节哈，来。因甲你讲啥物，照安尼去做。过一遍，因甲你讲啥物，照安尼去做。和合本来，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吧。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吧。2章5节。好，我们现在来播放64周年的纪念的影片。In Christ we're one family. 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家人。而耶穌裏面，咱就做一個人。在基督裏，我哋成為一家人。在基督裏，咱哋大家全係一家人。En Cristo nosotros somos una familia. Dalam Nabi Isa, kita ialah sekeluarga. In Christ we're one family. 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
好，我为我们的教会鼓掌一下，祝我们教会生日快乐。好，迎新报告，唔知有第一遍来到咱的中间的新朋友无？有一位，哦，加，欢迎。好，我们接着来报告事项。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小会的决议哈，请参阅。特别在有一点就是携手爱无限的日期，我们更改为11月29号。第3点就是我们本教会的64周年的纪念主日后会备有爱餐请兄姐留步，一起彼此交流。再来第4点就是我们刚刚已颁发了信德奖学金，我们恭喜获赠的同学。接下来第5点就是2025年的携手爱无限的关怀事工，我们上签8户来认领，来认领。我们有100户，我们还有8户，你要把握时间，每户奉献是500块。另外就是第6点，在12月21圣诞感恩礼拜前有意参加有意洗礼的兄姐，可以向办公室来申请第7点就请各团契小组及各单位遴选出新的干部能够告知能够办公室。第8点，12月30号晚上7点，本教会有举行2025年的岁末感恩
祷告会，有要做见证的兄姐哈可以向我们音乐侍奉团的团长王燕云来报名。来肢体消息有关花莲的赈灾的关怀奉献，还有我们重阳敬老的感恩礼拜可以来关心跟参加。另外第3点就是台湾教会公报推出圣诞传福音的小点心你可以购买成为你传福音的助力再来就是我们外面有摆放很多建堂义卖的商品如果自己需要可以买如果自己不需要就分享给别人需要如果别人也不需要，你就买起来给以后需要的因为建堂基金需要你因为建堂基金需要你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上周聚会出席跟报告，请来过吧。好，我们第位该来请来订正安排到属奉的人，请准备心。以上，牧师敢有补充？兄弟平安。感谢主，上帝丰恩，互咱安尼伫主的带领内面64年久。所以咱除了头仔有讲到迄个咱的即个建堂的义卖有总共有3项伫咧外口。一个是家君姐为了建堂制作这个豆腐乳的那个义卖，那个收的款项全部都奉献给这个建堂基金豆腐乳1罐是300块。那个另外我们有那个精油咱若讲迄落安尼人无爽快啥会常好来那个安尼舒缓我们的那个精神的迄个精油1罐是350。那咱另外过来就是林珠姐为咱的这个建堂奉献的迄个冠军米迄个是1包500块咱家己若还阁有剩咱就会通买来送人迄落若是安尼有人有迄个需要的咱就安尼家己若家己用嘛会使来送人头段嘛有讲到迄个圣诞节的迄个公报社有推出迄个圣诞传福音的迄个小点心咱会通安尼准备一寡，咱若有安尼一寡咱一直想要甲传福音的朋友，咱会通好来伫遐来叫买来了安尼来伫咧圣诞节的时阵送互伊，诚做咱传福音的一个真好的媒介。咱今仔日等下礼拜煞。咱有2项代志，第一项是礼拜煞了后，咱第一项要来照合照，咱每一年好不容易这样子大家聚齐咱来庆一个64周年的合照。第2项就是咱等下有爱餐，今仔日的爱餐咱为咱准备的兄同工真用心邦俊方美长老他们这届爱餐是有主题的每一次的爱餐都是有主题的这一次的爱餐是为着讲，因为咱教会是安尼设教是伫咧1960年代所以这届主题的餐食是1960年的餐食毋是迄个时阵放啊怎啊啦迄个上主要就是讲因为拄好咱要进入建堂，所以透过食食食米，要搁一届，互咱来去对咱当初是咱伫过去60年前，咱的即个信仰的先辈，因伫咧当初是因咧建堂的迄阵，因的迄种的辛苦，甲因的努力，互咱有即间礼拜堂来遮来敬拜上帝。咱互咱搁一届来去回想、去回忆迄个当初时。咱的即个建堂的即个初衷，咱就安尼，你会当想象讲，当初是咱的信仰的先辈，因安怎一步一步来将即个礼拜堂来甲起起来。即个食面内面有啥物货呢？第一样是越南的春卷，是安讲甲咱建堂有关系，是因为迄个时阵多越南春卷，互咱去想着越战，都差不多在1960年代的时阵啦，所以你食到那个越南春卷的时阵，你就爱食伊来纪念伊就对了，安尼第2项是迄个火腿蛋吐司这嘛是火腿蛋吐司，就用1960年咱的这个
拄开始1960年时，火腿炭吐司才拄开始咧流行，吼。迄个时阵是啥物时阵呢？拄伫咧美军驻台的时阵啦，所以食这项物件嘛是爱纪念美军伫咱台湾啊，甲咱建党吼。过来第三项就是炒米粉，这是咱台湾人的本土的一个形象，嘛是安尼，亲像讲咱伫咱即届咱的迄个建党咱伫咧迄个选择迄个建党的迄个外观的礼拜堂的颜色，咱用到即个红砖色，是要用到迄个咱要来传承咱是对安尼对英国长老教会安尼马街因安尼对安尼一路传承到呾，咱要用到共款即个长老教会即个精神，咱继续来安尼来宣扬主的福音伫咧即个所在。所以咱透过着即个炒米粉，来搁一届，咱来伫遐来去思想咱过去咱的先辈因安怎持守即个信仰，咱即个时阵咱嘛共款要继续来安尼持守即个信仰，来安尼建立上帝的教会伫即个所在。过来第四项卤牛腩，卤牛腩，这是外省的美食，嘛是共款，就是讲。透过咱安尼族群的融合，伫咧即个所在，咱会通做真水的见证。所以咱透过食面，咱互相来彼此来鼓励，也伫咧即个中间来搁一届来见证上帝的荣光。以上。这是咱的吟圣诗38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请起立，咱来吟全首。吟诗了，请牧师来祝祷。但愿平安的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会，对死人中传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通伫伊的面前得到伊的欢喜，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煞。阿免。请坐，灭道必会。愿上帝降因你照的人，愿上帝降因你照的人，愿伊照光咱的路上，当咱是所带咱路灯，愿上帝降因你照的人。所做所讲，愿上帝会听，因你点的人，愿上帝平安，因你赐福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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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
愿上帝听两地人，愿上帝听今日将你来，你告耶和。好，这时咱要来翕合照，请咱尽量我来头前哈，所以两边的我们都坐到中间哪一点哈，尽量的都靠在中，哎，我们从这边拍。